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约翰福音第19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顺正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牧师画面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看顾。今天早上我们圣经共读来到约翰福音7章25到52节，看见人群对主耶稣的疑惑与争论时，求你使我们清明的心不被声音左右，只专心寻求你的真理。亲爱的主，你是从神而来的基督，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认出你的身份，也使我们有勇气为真理来站立。愿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今天都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同心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7章开始，那看到耶稣一连串在住棚节当中的争论，包括一开始耶稣没有要上去过节，但是他的兄弟希望他出名，到后来耶稣又上去过节。那当耶稣上去过节教训了的时候呢，那人就按照耶稣的外表，他是加利利人，来质疑他。后来耶稣也成为，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就是耶稣成为这个犹太人要捉拿的对象。但是耶稣在住棚节宣告信心和圣灵要像活水江河一样涌流出来。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首先请顺正长老带我们来读25节到31节。25节，有些耶路撒冷人说，这个人不是我们的领袖们想杀掉的吗？你看，他公开讲话，竟没有人出来反对，是不是他们真的知道他就是基督呢？可是基督出现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而这个人的来历我们都很清楚。当时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他高声说，你们真的认识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我来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是他差遣我的。于是他们想逮捕他，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刻还没有到。群众当中也有许多人信了他，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会比这个人行更多的神迹吗？以上。谢谢。那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还是没有要来来将他的身份完全的表达出来，但是他透过教导，让人的心能够明白和领悟。那耶路撒冷其实他们关于说这个人就是那位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但是耶路撒冷人他们也能够嗅出这些掌权者的气息，就是他们想要除去眼中钉。所以耶路撒冷像是整个犹太人世界的一个代表，是他们的天龙国。知道这些掌权者就是这个公会71个人，他们真正的权力和审判。但是他们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个他是指基督，是指弥赛亚，是指受膏者。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领受这位受膏者到底要怎么来，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受膏者从哪里来那么不同的看法见解，但是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从加利利这个地方来但是耶稣呢却在圣殿里面教导说，你们真的认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你们不认识他。那耶稣指出他来是被差来，从第3章、第5章、第6章、第7章
那都有提到耶稣他是被差，那就是天父，所以耶稣所做的呢，都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是差他来的那一位。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是他差遣我，所以这是耶稣最直接的见证，成为他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但是透过他自己的口来说，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但耶稣不是自己说，是因为早有圣经已经为他来见证，连施洗约翰有为他来做见证，从旧约到新约都为了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要来拯救世人的罪，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到挪亚方舟，那一直到现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其实是一致的，没有改变。但是耶稣却说他是父差来，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亵渎神。人怎么可以自称神呢？跟神同等，从神而来。所以30节开始，他们想要捉拿逮捕耶稣，并且要审问他。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到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逮捕成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时候为了他的身份，他还没有到了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虽然他们想逮捕，但是呢却逮捕不成。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呢，让人群中好些人就信了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个人比耶稣行的更多吗？信他就是神迹，就是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这个耶稣他这么样的有能力，难道那位弥赛亚能够行的比他还多吗？其实神迹最多的当然就是摩西，所以摩西一直是他们心中的这个弥赛亚的地位。而摩西又宣告有一位上帝要派来的，像摩西的，那当然也是要行更多的神迹，过红海，让他们在旷野有玛纳，这么多的神迹。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摩西大于耶稣，那有人认为耶稣已经超越摩西，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意见也开始有分歧。那么再请顺正长带我们来读32到36节。32节，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在纷纷议论耶稣的事，他们和祭司长就派警卫去逮捕耶稣。耶稣说：“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跟你们在一起，然后就要回到差我来的那位那里去。你们要寻找我，但是找不着，因为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犹太人的领袖们彼此对问，他想到哪里去，使我们找不到者呢？难道他要到散居在希腊城市的犹太侨民那里去教导希腊人吗？他所说：“你们要寻找我，但是找不着，和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以上。谢谢。所以这一段呢，看出他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呢，还不是很完整，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现在所说的意思，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太久。那其实到了约翰福音13章，耶稣和门徒的教导也会提到同样的事情。那他要回到差他来他那里去这件事情，就是指耶稣要受死，要上十字架，并且要将来第3天要复活。当他复活升天之后，那他们要找耶稣就找不着，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却不能够了解。他们所能够了解说，耶稣要去我们找不到，难道他要出国吗？他要跑去希腊吗？因为当时已经从希腊世界希腊帝国进入到罗马帝国，但是在希腊世界当中可能还是整个罗马帝国当中一个占有地位的地方，智慧这些的希腊哲学都是在希腊，所以这些人认为说耶稣要去我们找不到，难道他要去到这个找希腊的哲学家吗？
那我们再请顺车照带我们来读37到39节。37节，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的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以上。好，那这里讲到节期的最后一天，节期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第7章第2节讲到，这是住棚节。那住棚节是犹太历的7月1号7月15号开始到21号但是在我们的阳历大概是在9月底10月的时候，那也就是所谓的秋天。那在住棚节当中，就是他们一年的辛劳耕耘，那完成之后，好，那他们就要把这些收成的东西收藏起来，所以又叫收藏节。那他们住棚呢，好，就是这时候是收藏完，但是他们要去住在帐篷，不能睡在家里。好，为什么要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住了40年的帐篷的这个日子？那但是住棚节感觉是刻苦己心，好，其实是已经预备好，这个收成的工作都已经完成。那在住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他们要欢庆，好，要庆祝。那所以这在生命记当中，在民数记当中，都有提到关于住棚节的条例。那住棚节从安息日开始到最后一天第8天是安息日来结束，所以整个住棚节呢，就是要让人享受安息。那这个事件呢，我们昨天有提到耶稣在住棚节当中的教导，回答这些犹太人说，他在安息日治病，使一个人痊愈，你们就向耶稣来发怒吗？所以这住棚节的意义呢，耶稣在这里也要教导，住棚节当中的安息呢，是真正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安息，而是该做的都做好，然后享受上帝所预备的救恩的安息。所以在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人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好，那信我的人有活水，河流要从他的心中涌流出来。那这个流出来就是第三人称复数，就是他们要一直都要流出来，不是只有一个人单独流出来，是他们就是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这里讲到2件事情，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流出活水。那这个信呢，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那流出活水呢，就是指39节所说的，耶稣这话只信他的人将要接受圣灵。所以这个经上说到底是哪一段圣经有很多的不同的见解但是有箴言有以赛亚书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住棚节的这个节期当中在耶稣的时代住棚节他们又把摩西所教导的呢那又在增加上去就是住棚节期间呢每一天早上大祭司会跟游行的队伍呢伴随，那他们会拿着一个金壶，那就会从圣殿呢一直走往下走，走到西罗亚池来取水。那在西罗亚池取水呢那他们会再把这个水呢水瓶呢再带回去，那带回去呢就会到圣殿宣告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是以赛亚书12章3节。好，那就是这个水呢再带回来圣殿，因为这时候他们也是进入秋天，也就是秋天到冬天呢秋雨然后春雨到冬天就是干旱季，所以他们也期待说他们在接下来虽然有丰收，但是他们也期待能够欢然取水，能够继续有水可以喝，这对人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他们祭司就用这个壶带回来的水呢那就会倒出来做一个奠祭，那另外祭司会倒出酒也来作为奠祭和奠酒来求神呢赏赐雨水。
所以这样仪式呢，就是纪念上帝在旷野当中的救恩，就是这个是摩西吩咐磐石出水的事件呢，在出埃及记17章跟民数记20章那分别记载2次，那这2次应该是不同的事件，一个是刚出埃及的时候，一个是已经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但是这个事件呢，就是水是上帝所吩咐流出来的，而且呢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而已，是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那这个水呢是可以使上百万人都能够喝足够的水源的。那所以这一段37到39呢，那所说的就是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呢，是一个腹中活水涌流出来的活水。那这圣灵充满呢，跟使徒行传的圣灵充满从天降下来然后就有能力，有舌头像火焰在这些的门徒的身上，那显然是不同的。这就是这个内在从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出来。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只有单一这个就是领受能力然后说方言说预言医病赶鬼行神迹和奇事。圣灵充满呢也有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耶稣的话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领受这天上的粮，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活水江河就会涌流出来，也是领受圣灵。但是39节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一个先后的顺序就是当耶稣得荣耀，就是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圣灵才会降下来。耶稣复活后又在地上总共40天，然后升天时候五旬节第50天，复活的第50天圣灵就降下来受死就降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顺序的。好，我们接着再请孙正长带我们来读40节到44节。40节，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听见了这话，就说这个人确实是那位先知，也有人说他是基督，另有人说基督怎么会来自加利利呢？因为圣经记载着基督是大卫的后代，要降生在大卫的本乡伯利恒。于是群众为了耶稣引起纷争，有些人想逮捕他，但是没有人下手。以上。那门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呢，显然他不是要跟着当时的历史或是情境，而是过了很多年后，马太、马可、路加都出来，那门徒约翰透过约翰福音，把耶稣那个时候早期他跟着耶稣的时候所看到这些事情呢，再做一个注解，所以它是一个回忆录，是一个终于明白领悟过来。所以他终于知道，原来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后来说要领受圣灵。那还没有赐下圣灵，可见约翰福音的约翰也已经知道圣灵已经降下来，他也是在那120个门徒当中领受圣灵的那一位。所以他如今他又过了几十年，他再来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更是感受到这个圣灵的真实性。那所以再回到现场，就是耶稣讲在圣殿住棚节的第8天，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有人就相信说这是先知，就是申命记18章说的那一位；也有人说这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要来做王的。那所以在五饼二鱼后，就一群人想要让他来做王，但也有说基督怎么可能从加利利来呢？因为加利利呢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地方。那认为这个弥赛亚呢，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呢，就一定要在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生，所以他们期待呢，伯利恒会出一个大咖的，但是呢，一直等不到，还在等候当中。
但是呢，上帝很奇妙的安排，好，让耶稣真的就出生在伯利恒，好，但是呢，没有人知道，好，是后来这个福音书，好，特别路加福音出来之后，好，才去详细的写出耶稣在伯利恒诞生的故事，好，原来就是一个过路客，啊，但是就应验了这个上帝他的话，基督成为大卫的后裔必要的条件。但耶稣却是在拿撒勒成长，他是属于加利利人，北边的人。这个北边的人呢，怎么可能来知道南边的事情呢？来抢这个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了。所以他们就想要逮捕耶稣哦。那在事实上呢，这个先知里面的约纳鸿呢，都是加利利人哦，他们也是犹太人所认可的先知。好，我们接着再请顺着长老带我们来读45节到最后52节。45节，警卫们回去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问警卫，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来呢？警卫们回答，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他愚弄了吗？难道我们的领袖或法利赛人有信他的吗？这些不明白摩西法律的移民是该受诅咒的。他们当中有尼哥德慕，他从前去见过耶稣，他警告他们，我们的法律容许在没有听口供或查明真相之前定人的罪吗？他们说，难道你也是加利利人吗？去查考圣经就知道，加利利是不会出先知的。以上。谢谢。那耶稣他说，信他的要流出活水江河。很多人渴慕这个活水江河，像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但有的人呢，就因为用外表来断定是非，就是看他耶稣是加利利人，他不符合，他不配，那所以呢，就不相信他是基督。那对犹太人来讲，耶稣他不是法利赛人，他不是拉比，不是经学教师，他也不配。他也不是祭司的身份，也不是利未人，也不是撒都该人。但是没有想到，从福音书当中，这些条件耶稣都符合，但众人就因为耶稣而分裂。在约翰福音呢，有3次提到耶稣的教导完造成分裂，这里第8章是第1次。那在第9章呢，在这个毕士大池旁的瞎子又造成第2次。那第10章呢，这个耶稣说他是好牧人，讲这个教训完之后呢，群众又分裂。所以第7章、第9章、第10章呢，耶稣的讲论呢，真的就是会让人的心带来冲击，要么就接受、相信、跟随，要么就是难以接受，然后要么就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不然就是恼恨，就是嫉妒。当这些警卫要去捉拿耶稣，回到法利赛人和回到祭司长那里，就是回到公会的时候呢，他们是空手而回。所以这些公会的人就问警卫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来？那警卫怎么说呢？警卫说，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就是说他的教导真的是大有能力。当耶稣说出我是，我就是我是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给人带来一个力量。所以警卫说，不是他们不想抓，而是当他们一听见耶稣说话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说话。所以法利赛人这些公会人是说，难道你们这些警卫也受他的迷惑？迷惑呢，或是愚弄，或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是被欺骗了，被愚弄了，被误导了。其实这些警卫不是被愚弄、被欺骗、被误导，而是他们受到耶稣的话的冲击。那48节，难道我们的领袖或法利赛人有信他的吗？
这些不明白摩西法律的渔民是该受咒诅的，诅咒的。所以在公会当中，他们的心呢刚硬，他们不来听耶稣，他们就是打听，然后派人，这就是他们过去一贯的风格，那就是为了要来掌控整个犹太人的信仰，把这个上帝的话当成是自己的宝物，尚方宝剑，然后呢假传圣旨。然后来控制这些的百姓，甚至呢说不明白律法的都是被咒诅，都是被诅咒的，所以以为这个律法就是最高的权威，这个律法就是最大的救恩，那他们是靠行律法来得救，把律法搬在第一位。但是呢，50节，这个尼哥德慕又出现，那这是第2次出现，第3章出现过一次，第7章又出现，那到最后耶稣这个埋葬的时候，尼哥德慕又出现3次了。尼哥德慕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所以尼哥德慕呢，就是显然他在替耶稣来圆场，那这也是公会呢暂时不再继续的去捉拿耶稣的一个原因呢。在其他福音书完全没有提过这个人，但是在约翰福音呢提过了3次。那但是这些公会呢就反问尼哥德慕，虽然尼哥德慕是公会的成员，是拉比，是教师，他们也回答尼哥德慕说：“你也是出自加利利吗？”说你在替你的同乡说话吗？尼哥德慕是出自加利利，不确定，但是他们只要反讽的就是。你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不会出先知的，不会出先知的。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这个约拿，先知被大鱼吞吃的约拿，和预告这个尼尼微，亚述要败亡的这个那鸿，其实他们都是加利利的先知哦。好，那所以这些公会的人士也是自打嘴巴。好，那约翰福音，约翰也没有要在这边来把这个事情强调，那只是来呈现这一些的公会人士呢，他们真的是有一点丧心病狂，为了杀耶稣呢，这安息日的事件呢，那都经过了好几个月呢，那穷追猛打，那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安息啊。他们一直呢，处在这个处心积虑的，想要来除去眼中钉。今天这段经文的金句，我选39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的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那耶稣说：“人若可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江河。”所以这一切呢，都跟我们的信心还有圣灵是有关系的。那犹太领袖杀耶稣不成，但是他们的怒火呢持续而且暴增。而耶稣呢，本来没有要去过住棚节，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他一心一意的只想要教导人而冒险。好，那他一心一意的是为了要救灵魂，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拯救人，给人带来信心，好让这个圣灵的活水能够从心中涌流出来。那今天我们是容易受到人的话的影响，还是容易受到神的话影响？我们的信心是从人而来，还是从金钱而来，从世上而来，还是从神的话而来？好，今天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功课。祈祷求神的话打开我们心中圣灵的活水江河，就如同摩西吩咐磐石出水，那有这个喝了这个水而不再渴，好，是一个直流到永生的活水。这个水呢，从我们腹中不是从肚脐流出来，是从我们的口中流出来。也就是说，圣灵在哪里？圣灵就在我们的口中，好，让我们有这个水呢，好，能够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
能够说上帝的话、耶稣的话、这个弥赛亚的话，并且呢涌流出来，也透过我们的宣告，透过我们的话，也透过我们的行为和行动，能够有见证来分享，好，能够成为安息日、住棚节，好，这个最大的祝福，好，最喜乐的事情，最大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住棚节当中的意义，也让我们思考学习我们要进入安息从地上的安息一直到天上的安息，在这一份礼物当中，我们虽然需要预备，我们需要努力，但是流泪撒种的都要欢呼来收割，也恳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天早晚读经和祷告，我们所读到的神的话语都要成为种子，在我们的心中要发芽，要茁壮，要成长，要结出果实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这一些基督的话都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礼物，成为我们生命最极大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相信，还能够领受圣灵，还能够为主做见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顺正长老，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长老，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